家就整咗側邊呢個做一個。哇！睇下呢度好似大澳啊！Hello，今日咧就嚟到澳門啊！今日咧就去到呢個嘅路環啊！睇今日嘅天氣咧好炎熱啊，同埋今日嘅天氣好好啦，始終冇咩遊客啦，都冇咩點樣去到有咁大嘅改動啊！啲入邊啲建築啊設施咁樣，雖然佢唔係一個好一個好熱門嘅遊客區一個熱點咁樣啦，喺澳門入邊嘅自成一角啦，咁就好想嚟到睇下一啲嘅好特別啊，啲好神秘嘅面貌啊咁樣。其實路環有好多歷史遺跡同埋建築，值得我哋去探索、認識同埋感受。古時嘅名有鹽灣、阿婆尾之稱，亦有過路灣嘅叫法。據聞來自葡文 Colonial。路環喺新石器時代中期已經有人類活動，大部分土地未開發同埋大規模嘅社區發展，植被種類繁多，有天然嘅沙灘，經常被譽為澳門最後嘅後花園之稱。大家去行海邊嘅時候，不時會見到有棚屋。沿住海邊就係漁村，昔日喺清朝嘅時候係產鹽之地，所以有鹽灣嘅叫法。而潭江廟對出嘅海面就係昔日嘅探鹽位置。喺1910年，當地海盜橫生，村民受到威脅，亦喺路環碼頭曾經有新寧玄學童被綁架。呢度記錄住葡萄牙軍隊驅逐海盜嘅大事件，以及喺戰鬥中誤殺村民嘅慘案。原本呢度係一個獨立嘅島嶼。後來因為發展路氹城同埋建成嘅連貢公路，同氹仔連接埋一齊。另外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經過石排灣郊野公園同埋石排灣馬路旁邊有熊貓館，裏面除咗有熊貓睇之外，仲有其他動物參觀，有室內園區同埋教育展等等，完全係免費㗎。睇下地圖以為路環好大，但其實大部分同珠海沿岸嘅位置呢，都係工業同埋工廠嘅用地。首先食午餐嚟補充下體力先，呢度點咗2個招牌菜式。商會啊，佢澳門呢排都得意，連斜度都有寫到幾多個 percentage 喎，即係14度嗰度有。路環嘅造船業曾經喺昔日發展蓬勃，佢嘅造船工藝蓬勃喺20世紀中後期。喺2017至2023年期間，澳門政府同澳門文化局對外諮詢。根據澳門文化遺產嘅網頁顯示，不斷對保育工作進度更新，作為展覽同埋推廣路環造船業嘅文化。認識呢個維修船隻同埋生產傳統帆船同埋牧場嘅場地。跟住就話啦，船廠範圍嚴禁內進，呢度都好多呢啲。呢度係荔枝碗村嘅一個小村落，而家呢，村民已經逐漸減少，而村名相傳昔日呢一度廣植荔枝，其海灣形狀如碗而嚟。走過一啲就係荔枝碗船廠嘅公園。呢一度就係遺址活化之後被保育嘅部分。場地設有展板，介紹昔日嘅船廠嘅發展歷史，以及展出一啲船廠成日用嘅主要機械。
呢就係佢以前嗰個位置啦，而家就整咗側邊呢個做。呢一個係龍門大鋸機，以軌道將大量木材運送到鋸機，務求以短時間呢將大量嘅木材進行切鋸嘅工作。呢度仲設有一個小朋友嘅歷奇遊樂場，空間好龐大，就算係成人睇到呢，都想玩埋一份啊！喺度擒來擒去。有個簡介嘅，就係6至14歲咯。咁啊，仲話俾你聽，內有惡犬啊，叫你唔好入啊！車場附近一啲嘅竹林啦，啲竹木啦。Hello，Hello。睇到一個橫額寫住澳門海上油，喺未有車路之前，呢度係村民為咗穿梭澳門同埋氹仔嘅交通途徑。當2015年澳門特區水域劃定之後，增加咗澳門海上油嘅登船點，目的呢就為澳門度身訂造一個本土特色嘅海上油路線。佢嘅演變最早起源於港務局。澳門回歸之後，慶祝7月18日為港務局日，環繞穿梭氹仔半島同埋路環嘅海上景色，宣揚澳門嘅魅力。後期港務局進行改造，更名為海事及水務局。每年7月都會定期舉辦一啲慶祝活動。後期喺休漁期期間，當地漁民冇收入來源，於是政府推行休漁漁家樂，改善漁民生計，同時推廣漁業文化，繼而衍生出而家唔同種類形式嘅澳門海上油。呢一間空房好特別喎，睇嚟昔日有特別嘅用途。佢位於船人街嘅迴旋處，安德魯嘅葡撻相信大部分人已經食過。有一個1955年英國出世嘅安德魯研發，原來佢係一個藥劑師，亦都係英國皇家醫藥嘅協會嘅會員。1979年喺一次嘅偶然機會之下，佢嚟到澳門工作。起初喺一家英法實驗室進行醫藥工作，之後同女友 Margaret 開設咗健康食品公司。佢為澳門提供咗好多關於保健意識同埋豬嘅專業知識。喺1989年喺路環開設咗佢嘅安德魯餅店，亦喺2006年安德魯嘅名列入澳門政府嘅當年首分名單。芝士慕斯蛋糕唔會太甜膩，食落去唔會好滯，咬起嚟一層層。成塊蛋糕外露都保持冰凍，好有口感。轉眼間現時嘅安德魯餅店已經有7間分店啦。返嚟路環，喺路環市區嘅巴士站可以直接搭巴士去到氹仔。呢度經過路環石面盤古道嘅起點，連接路環東西兩個山谷。個名據聞係由石面盤由於泉水長期往下流，喺水力作用之下打石頭打成面盤嘅形狀而得嚟。兩個入口分別位於黑沙馬路同埋竹灣馬路。下次行山時候可以順便探索下。呢度條行人路係。而喺竹灣馬路沿路上，亦有唔少地盤同埋私人用地。
好多野狗不宜入去。呢一間路環觀音古廟最大特點係留一個圓洞，令觀音可以望出街出邊。喺繼丹奴前地附近行街嘅時候，無意發現呢一間狂奔工作室，主要呢就推廣澳門 Monkey 電單車嘅環島遊。店鋪入邊全部都係迷你版嘅康打 Monkey， 每架車獨一無二。老闆十分熱情，極力推廣 Monkey 車系俾大眾認識，帶領遊客組團駕車一齊環遊澳門，亦都不時喺港澳兩邊走，舉辦活動，以聯繫電單車友。而且係完全免費租借㗎，有損壞嘅部分只會要求賠償該損壞位置。不過主要嘅係必須年滿25歲，有3年以上澳門電單車波車駕駛執照，以及相關符合文件嘅人士先可以參加。大家有興趣不妨瀏覽 Instagram 狂奔工作室。喺潭溝廟走上山坡就係鄉村馬路，當地有好多澳門嘅政府同埋司警設施。喺山上面仲可以睇到對面嘅珠海。呢個短途之旅完成咗之後，我哋就返到氹仔排角梳打冰室食晚餐。呢一度出名迷你漢堡同埋炸魚球。迷你漢堡牛肉肉汁好多，炸魚球好大粒，魚肉非常新鮮彈牙。